Taco 交易係華爾街最新嘅熱話，大家有冇聽過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今日同大家簡介下乜嘢係 Taco 交易。Taco 呢個 term 係由金融時報記者 Robert Armstrong 創出嚟嘅，意思係 Trump's always chicken sell， 特朗普總係退縮，專門形容特朗普成日威脅加關稅，嚇到股市大跌，但好快又會收回，試圖補鑊穩定市場。呢一個 Taco 理論最近又中咗。5月23號，特朗普話6月起向歐盟貨品徵收50%關稅，美股三大指數即刻插水，但冇幾耐又宣布延遲到7月9號。市場即時回穩。最新消息，特朗普計劃將鋼鐵、鋁嘅關稅由2%加到5%。6月2號，亞太股市都受壓，要留意美股、歐股表現。如果消息再衝擊市場，唔排除特朗普又會收回成命，拯救大家個倉。特朗普當然唔中意 Taco 呢一個 term 啦，曾經即場反駁自己唔係膽小鬼，話呢一個只係談判策略。你哋又有冇試過趁特朗普出招嘅時候短炒波幅呢？賺定係蝕？又點樣睇 Taco 交易呢個 term 呢？留言同我 share 下啦！記住下載 ACAT 換領我專屬觀察名單 Kobe 美股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